前几天啊，消防人员死亡的事件是引起社会的关注。即马台中市也来举办大楼的防灾演练。消防局表示讲，目前台中市50公尺以上立管的大楼是有614栋。除了定期演练，也会伫2026年的时阵来买一台70米的运推车，加强防灾的体系。民众调伫咧关楼站会紧等待救援，分推车升悬豆豆挖来，消防人员各用空气机甲民众化为。那另外一边的地下室传出电动车着火，烟呛甲规世界，消防人员进入火场了后，用防火毯防止火势炭烧。不过现场看无啥会清楚，嘛以指引锁啊甲发光锁啊确认导成动线。2日半暝，新竹市的大楼火灾造成2个消防员过往。伫同款大楼真济，台中市嘛第31举办关楼站建筑的救灾避难演练。台中市消防局统计，目前台中市立管50公尺以上的关楼站建筑，计共有614栋，分推车有24只，会当有悬到50公尺的煞干那5只。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有相关的预算，会在115年进行70公尺的云梯车的采购。云梯车是一种辅助的消防救灾跟消防抢救的设备哈，怎么样的话都无法到达建筑物高度的极限啊，避难逃生设施紧急升降机这些设备才是大楼里面最重要的设备。除了第2026年买的70公尺分推车，市府嘛承诺会增加预算，强化防灾体系甲人员训练。包括从前年、去年到今年分别都编列了7000万、9000万以及1亿2000万，越来越多的预算在我们的防灾设备以及软体人员的训练上。市府表示会提供更较侪救灾资源甲灾害预防，不过人员编制是中央咧管，人员敢唔当增加，需要搁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